基督教係世界上信仰人數最多嘅宗教，起源於耶穌基督嘅一生。耶穌係一位猶太人，生活嘅羅馬帝國猶太省。佢復活同神聖係信仰問題，但係佢存在同大約公元30年被釘十字架而死，呢啲都被廣泛認為係歷史事實。基督教早期能夠迅速傳播，多得一班忠心嘅追隨者，就係使徒。大約公元36年，保羅加入咗佢哋去大馬士革途中見到基督嘅異象。保羅將傳揚基督死而復活嘅福音視為咗一生嘅使命。佢非常成功，喺地中海一帶，甚至遠至意大利，都贏得咗唔少基督徒信徒。根據傳統，使徒馬可大約喺公元42年嘅亞歷山大建立嘅教會，呢個就係今日科普特正教會嘅起源。同樣根據傳統，公元52年，使徒多馬嚟到印度，建立咗幾個細細嘅基督徒社群。不過，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因為佢足夠證據而質疑呢件事。早期嘅傳教士，例如保羅，喺公元1世紀成功將基督教傳遍羅馬帝國，由北非到意大利都有記載住基督徒社群嘅存在。去到公元100年，組成聖經新約嘅4本福音書已經完成，佢哋成為咗直到今日基督教信仰嘅基礎。基督教繼續喺羅馬帝國同其鄰近地區擴展。大約喺公元301年，亞美尼亞國王提里達特3世皈依基督教，並且宣布基督教做國教，令亞美尼亞成為世界上最早嘅基督教國家。基督徒嘅羅馬帝國各地都受到迫害，因為當時皇帝被視為神明。但係喺公元312年，根據基督教史家記載，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經歷咗一次基督教異象。喺米爾維安大橋之戰之前，第2年佢頒布咗米蘭詔書，令基督教嘅羅馬帝國合法化。到咗公元325年，佢召開咗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呢個係歷史上第一個正式嘅教會會議，目標係解決神學上嘅爭議。大約有300位主教出席嘅呢次會議，證明基督教早期已經有一定規模同組織。會議制定嘅尼西亞信經，呢份基督教信仰宣言，直到今日都仲用緊。不過基督教內部分裂，唔同教派同教義百花齊放，大部分爭議都圍繞住基督嘅本質，佢同上帝同三位一體之間嘅關係。大約嚟公元330年，基督教開始向南傳入非洲。伊扎納王喺非洲之角嘅阿克蘇姆王國宣布基督教成為國教，呢個就係今日伊索比亞教會嘅起源。佢係世界上最古老嘅教會之一。到咗公元380年，狄奧多西皇帝頒布咗第一條界定正統基督教信仰嘅羅馬法律，基督教逐步成為羅馬帝國嘅國教。喺帝國各地，基督徒攻擊舊神廟，有啲被毀壞，有啲就改建成教堂。後嚟嘅皇帝禁止人哋崇拜舊神，仲迫害佢哋嘅信徒，呢啲人就被叫做異教徒。呢個詞帶有感意，意思係落後同低等。所謂嘅蠻族部落，好似西哥德人、東哥德人同汪達爾人，佢哋侵佔咗西羅馬帝國大部分地區，都改信咗基督教。雖然一開始佢哋信嘅係被視為異端嘅阿里烏派。大約喺公元405年，聖哲羅姆完成咗一本全新嘅拉丁文聖經譯本，後來被稱為姆加達譯本。
呢本譯本會成為天主教會官方嘅聖經文本，直到今日都仲係天主教聖經嘅基礎。喺之後2個世紀，傳教士冒住極大個人風險，努力去改變異教社群同佢哋嘅統治者信仰，成功令一位有影響力嘅統治者皈依，證明係一個關鍵策略，往往可以帶動成個國家都改信基督教。基督教嘅西歐廣泛傳播，即使西羅馬帝國滅亡都冇阻止到。大約喺公元432年，聖巴特里克去到愛爾蘭，開始將愛爾蘭人皈依基督教。公元508年，法蘭克國王克洛維斯皈依基督教，完成咗高盧地區嘅基督教化。公元563年，哥倫巴由愛爾蘭去到蘇格蘭西部，喺愛奧納島建立咗一間修道院，係西歐最古老嘅修道院之一。公元589年，西哥德王國國王雷卡雷德放棄阿里烏派，帶領成個王國皈依天主教。公元597年，教宗額我略派遣聖奧古斯丁去英國，佢令肯特國王艾塞爾伯特皈依基督教，開始咗英格蘭人嘅基督教化。公元635年，阿羅本成為已知第一位到達中國嘅基督教傳教士。唐朝太宗皇帝頒布詔令，容許基督教傳播。傳教士喺中國建教堂，仲將基督教經文翻譯成中文。基督教神學同本地傳統融合，採用咗道教同佛教嘅詞彙。同時，阿拉伯軍隊宣揚新興嘅伊斯蘭信仰，佢哋征服咗中東同北非大部分地區，仲奪取咗耶路撒冷基督教最神聖嘅聖地。到公元720年，穆斯林征服已經擴展到伊比利亞半島。不過，大部分伊斯蘭統治者都容忍境內嘅基督教。雖然基督徒地位較低，但基督教社群依然得以存續。中世紀歐洲而家已經分裂成好多個王國。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將佢嘅統治擴展到法蘭西、巴伐利亞、薩克森同北西班牙。佢去到邊度征服，就喺邊度用武力強迫新臣民皈依基督教。公元800年，佢俾教宗加冕成為神聖羅馬皇帝。呢個係一條延續咗1000年嘅皇帝血脈嘅開端。隨住更多皇室皈依，基督教繼續向北同向東擴展。965年，丹麥國王哈拉爾南牙，跟住係波蘭公爵米耶什科同波蘭貴族領袖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大帝，被視為烏克蘭同俄羅斯基督教之父挪威國王奧拉夫特雷格亞松，佢仲派傳教士去冰島同格陵蘭。匈牙利國王史提芬同瑞典國王奧拉夫古特基恩，佢試圖令異教徒皈依基督教，但係遇到激烈反抗。喺1054年，由君士坦丁堡牧首領導嘅希臘東方教會同羅馬教宗統治嘅拉丁西方教會之間嘅矛盾，最終導致嘅一場分裂，稱為大分裂。結果就係東正教會同羅馬天主教會嘅成立。東羅馬即拜占庭帝國受到塞爾柱突厥人嘅嚴重威脅，所以喺1095年，教宗烏爾班二世呼籲發動十字軍東征，去幫助拜占庭帝國，同時為基督徒奪回聖地。佢承諾參加咗人可以獲得赦罪，於是大量天主教徒踴躍報名參加。第一次
十字軍東征成功之後，喺黎凡特地區建立咗幾個基督教國家，但係200年之內，呢啲國家全部都俾周圍嘅穆斯林鄰國消滅晒。基督教統治者喺伊比利亞半島就比較成功，佢哋逐步收復8世紀時期被穆斯林征服嘅土地。喺北歐亦有針對波羅的海同芬蘭異教徒嘅十字軍東征。同時，基督教嘅東方繼續擴大影響力。教宗特使蒙特科爾維諾嘅約翰橫越亞美尼亞、波斯同印度，去到中國。佢1294年，佢成為咗日後北京地區第一任主教。1386年，立陶宛最後一位異教統治者約蓋拉大公受洗，開始帶領佢嘅子民皈依基督教。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呢度係東正教會嘅中心。君士坦丁堡一直被視為新羅馬。隨住君士坦丁堡淪陷，俄羅斯東正教會宣稱莫斯科係第3羅馬，有責任保護所有東正教徒。大航海時代，西歐列強透過偉大而又艱辛嘅航海探險旅程，將基督教信仰帶到咗好多遙遠同陌生嘅地方。1482年，一艘葡萄牙小帆船首次到達非洲剛果王國嘅海岸。9年之後，剛果國王辛加爾富湖同埋佢哋好多貴族一齊皈依基督教。不過，國王之後放棄咗佢哋天主教信仰，但基督教依然係剛果嘅國教。1492年，天主教君主喺西班牙格拉納達打敗最後一批伊斯蘭統治者，基督徒對伊比利亞半島嘅收復運動 Reconquista 正式完成。同一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呢一刻對基督教嘅傳播嚟講意義重大，對基督教嘅擴展嚟講意義深遠。歐洲人之後嘅橫渡大西洋航行，為殖民同埋新世界嘅宗教轉化鋪路。1493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發出教宗詔書，俾西班牙有權去聲稱南美洲新發現嘅土地。詔書呼籲要推崇基督宗教，令佢喺各地發揚光大，並且要推翻所謂野蠻民族，令佢哋歸順基督教。第2年，喺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入邊，西班牙同葡萄牙同意將新世界分開，喺地圖上畫條線，西班牙冇晒西邊，葡萄牙冇晒東邊。無論西班牙定葡萄牙遠征隊去到邊，基督教傳教士都會跟住去。佢後來成為新西班牙嘅地方，西班牙人強行推行天主教，逼原住民改信，仲試圖消滅本地宗教。同樣嘅情況喺更南面嘅秘魯都發生緊，同埋葡萄牙喺巴西嘅殖民地都一樣。呢個時代亦都象徵住，或者可以話標誌住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嘅開始。歐洲人將非洲奴隸運去美洲做苦工。基督教嘅西非因為奴隸貿易而傳開。去到16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已經喺沿海地區建立咗基督教社群，沿住海岸線。同時喺歐洲，基督宗教又出現咗另一個重大分裂。1517年，德國神父馬丁路德猛烈批評佢，認為羅馬天主教會腐敗嘅行為。佢嘅行動引發嘅新教改革，新教徒要求教會改革嘅呼聲喺古騰堡新發明嘅印刷機幫助下迅速傳開。呢啲訴求俾幾個歐洲統治者因為政治同宗教原因接納咗。
新教嘅北歐開始扎根。1534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同羅馬決裂，自封為英國國教會嘅領袖。新教由誕生開始就分裂成無數令人眼花繚亂嘅教派同運動，包括加爾文派、路德宗、浸信會、再洗禮派、摩拉維亞弟兄會、聖公會同長老會等等。不過，天主教依然係基督宗教入邊最主流嘅分支。而家天主教會同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商業利益一齊傳到東南亞。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以葡萄牙帝國代表身份收遊亞洲各地。佢喺1542年登陸果亞，1545年去到葡萄牙嘅印尼嘅據點，最後1549年抵達日本。基督宗教嘅當地吸引咗唔少信徒。1565年，菲律賓成為西班牙殖民地，亦都變成歐洲貿易嘅樞紐。天主教傳教士確保基督宗教好快就成為主流宗教。去到17世紀初，英國同荷蘭嘅新教徒喺北美洲沿岸建立殖民地，當中有好多係清教徒，佢哋追求宗教自由，同埋希望建立一個完美嘅基督教社區。傳教士約翰艾略特接觸麻省嘅原住民部落，去到1663年，佢用原住民語言印咗本聖經。不過改信基督教嘅努力成效有限。佢之後幾個世紀，正係歐洲移民嘅擴展，令基督宗教傳遍成個北美洲大陸。去到18世紀尾，歐洲人已經成功將基督宗教深植咗整個美洲。喺英國同未來嘅美國，呢一世紀出現咗幾波宗教復興潮，大家叫做大覺醒。呢啲運動促成咗現代福音派嘅誕生，強調聖經同個人得救。喺歐洲帝國主義鼎盛時期，基督宗教就同歐洲移民同傳教士一齊去到世界上最後幾個角落。去到1788年，基督宗教同第一批英國罪犯殖民地一齊嚟到澳洲。倫敦傳道會喺1797年派出第一批傳教士去東波利尼西亞。傳教工作基本上係基督宗教嘅南太平洋群島傳播開去嘅主因。之後基督宗教傳到新西蘭，1814年傳教士 Samuel Marsden 喺嗰度講嘅第一篇基督教講道。基督教傳教士喺印度各地傳播佢哋嘅信仰，其中包括浸信會牧師威廉加利。佢被譽為現代差傳之父，將聖經翻譯成7種印度語言。但係好多印度教徒同穆斯林都對基督教傳教士有反感，呢種憤怒促成咗印度人對英國統治嘅大起義。喺1857年，呢個時代係英雄傳教士嘅年代，無論男女都會踏上漫長又危險嘅旅程，去遙遠地方拯救靈魂。蘇格蘭傳教士大衛李文斯頓可能係最出名嗰個，佢係第一個去到中非好多地方嘅歐洲人，仲發現同命名嘅維多利亞瀑布。仲有其他人，亞多尼蘭同安尼賈德森喺緬甸做咗差唔多40年傳教士，仲有瑪麗斯萊索喺尼日利亞學識當地語言 Efik 去傳揚基督教。1884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嚟到韓國，帶嚟西方醫學同基督教，新宗教好快就流行起嚟。而家差唔多1/3嘅南韓人都係基督徒。去到19世紀80年代，歐洲國家開始瓜分非洲，殖民最後嘅獨立非洲國家。到咗1914年，佢哋已經拒咗成個非洲90%嘅土地，亦都帶埋基督教入去。
中國一直都幾抗拒基督教，事實上到20世紀初都只係得大約10萬個信徒，甚至曾經因為基督教傳播而引發過激烈反彈，好似義和團運動，成千上萬嘅中國基督徒被殺。但係1900年之後，大量傳教士喺中國傳教，建咗幾千間教堂。到1945年，大約有400萬中國人歸依基督教。去到20世紀，共產主義興起，對基督教同其他宗教都構成重大威脅。蘇聯同中東歐嘅共產政權拆毀教堂，打壓宗教活動，但基督教證明佢自己更加有武力。當嗰啲政權倒台之後，基督教教會又重新出現，仲得到大眾支持。即使喺共產主義中國，今日都仲有幾千萬基督徒，雖然國家監管好嚴。差唔多2000年嘅無數傳教士同殖民者嘅影響，幫基督教傳遍全球。今日全球有23億基督徒，差唔多佔咗世界人口1/3，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基督徒生活同崇拜。無論你係基督徒，信其他宗教，定係嚟信仰，呢段歷史旅程無可否認，真係最令人驚奇嘅一段。如果你中意呢次基督教歷史之旅，我哋強烈推薦你睇下 Religion for Breakfast 呢個頻道。Religion for Breakfast 主要係探討人類歷史上唔同信仰同儀式。佢哋最新嘅影片深入介紹咗好有趣嘅科普特東正教會，追溯翻去公元1世紀嘅起源。佢哋會解釋科普特教會嘅神學，仲會揭示現代埃及科普特社群嘅生活。其他影片涵蓋由古代經文、失落文明嘅宗教，到現代信仰系統，例如無神論同世界末日 AI 故事。如果你而家就想冇晒呢啲內容， Prestige Streaming Service Nebula 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喺 Nebula 你可以冇廣告佢哋超過100條 Religion for Breakfast 嘅影片，仲有額外專訪同 Nebula 獨家內容，包括帶你遊覽紅色大教堂、薩迪斯猶太會堂同埋拉美西斯3世巨大神廟等古蹟。Nebula 係由我哋呢啲創作者一齊建立同精心策劃，所以你喺度一定揾到由真人製作、內容精彩又高質素嘅影片。Epic History 嘅專頁有我哋過往所有影片，仲有定期推出嘅 Nebula First 嘅影片。意思就係你可以早過 YouTube 好耐嚟到我哋最新嘅紀錄片。Nebula 上面有超過200位唔同範疇嘅創作者，無論你中意原創電影同娛樂，定係想佢由電影、遊戲到科學、工程等各種主題嘅紀錄片，你一定揾到啱心水嘅內容。仲有好多精彩而且不斷增加咗 Nebula 原創節目，只限訂閱用戶專享。我哋仲為 Epic History 喺觀眾準備咗獨家優惠，只要用片段描述入邊嘅連結，就可以享有 Nebula 年費計劃6折優惠，即係每年只需36蚊美金，或者每個月3蚊。仲有更抵嘅 Nebula 終身計劃，只需300蚊美金就可以永久無限次使用咗，任何限制。多謝所有已經訂閱 Nebula 嘅朋友。至於其他收錄緊嘅觀眾，我哋希望好快可以見到你哋一齊加入。特別多謝我哋嘅歷史顧問，印第安納大學西北分校嘅 David Parnell 教授，同埋一如以往，多謝所有 Patreon 支持者，令到呢個頻道可以成真。由建設者如李剛、Richard Blakeney Williams 同 Vran55， 到市民如 Vince Mew、Tim Salt 同 Chris Fry， 再到英雄如 Noah S， 都多謝你哋嘅支持。快啲喺 Patreon 加入我哋，成為佢哋其中一份子，可以優先冇廣告嘅新片，獲得獨家更新，仲可以投票嘅未來影片主題。